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都會經歷過擔心、害怕同埋焦慮嘅事。嗱，喺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，呢啲反應係正常嘅，亦都唔會對我哋嘅身體或者心理造成損害，反而有利我哋嘅生存。因為呢啲嘅反應係提醒我哋當面對危險嘅時候嘅正常反應嚟㗎。不過如果反應過於強烈，又或者反應同事實不相符嘅時候，就會對我哋嘅身心產生潛在嘅危險，有機會咧會患上焦慮同埋抑鬱症嘅。今次嘅主角係48歲嘅陳先生，佢係一個好孝順父母嘅人。陳先生嘅爸爸係因為癌症病逝嘅，而佢媽媽就因為爸爸嘅離世而患上抑鬱症，自殺身亡。1年內，爸爸媽媽嘅離世令到陳先生引起巨變。佢除咗內疚之外，佢亦都好自責自己冇好好照顧媽媽，令到陳先生嘅情緒出現咗好大嘅困擾，仲開始失眠，冇辦法專心工作，亦都令到佢患上焦慮同埋驚恐症。自從佢爸爸媽媽離世，陳先生每次聞到香燭、生肉又或者腐臭嘅味道，佢就會出現呼吸同埋心跳加速、出汗、胸口悶等症狀。佢形容呢一啲嘅感覺啊，就好似佢以前返工負責簡介演講嘅時候，好擔心演講得表現唔好，俾同事恥笑。佢一諗起呢度啊，就好想走，好想逃避。佢講有一次佢發生類似嘅情況，當其時佢嘅思緒好混亂，腦海一片空白，佢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，直至到佢感覺到佢雙手不停喺度震，佢嘅意識先至翻嚟。嗰種驚恐無助令到佢好驚，佢好擔心自己永遠會失去控制嘅能力。冇幾耐，陳生就嚟咗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尋求協助，希望可以改善佢焦慮嘅情緒。輔導員呢，首先透過正念覺察嘅練習，幫佢將個心安定落嚟先，揾到佢唔舒服嘅感覺，並且將呢種感覺成為佢重整嘅核心，依據佢身感唔同嘅因素同埋條件下，重新調整生活，並且咧訂立共同嘅輔導目標。而心靈綠洲呢個練習，亦都係輔導過程中一個好重要嘅修習。陳先生經歷咗正法治療7個階段嘅心理輔導，輔導員嘗試協助陳先生從多角度去探索痛苦嘅根源。喺認識咗苦及苦因之後，陳先生領悟到要喺處境中學習對自己慈悲、體諒同埋寬恕，亦都要容許自己犯錯，而唔好對自己過分苛刻。佢亦都學習唔好過於執着喺兒子呢個角色同埋應有嘅責任，亦都要學習接納自己嘅無能為力。就咁樣，慢慢陳生建立咗對父母去世嘅新理解同埋意義。而家咧，陳先生每一日都會持續練習禪修，亦都會咧識得點樣去控制、調節自己嘅情緒，重回平衡。嗱，例如咧，佢會運用呼吸嘅方法同身體做連結，令到自己咧變得更加安穩。同時咧，佢亦都開始察覺到情緒嘅變化，並以理性嘅意識去提醒自己，情緒嘅出現同埋消失自有其因由嘅。佢慢慢明白到感受係無常嘅，係會過去嘅。就係咁，佢開始能夠平靜咁從更多嘅角度去深入思考，作出更有智慧嘅選擇，去處理佢自己嘅焦慮情緒同埋問題。人嘅一生中，難免會遇上唔同嘅經歷，有順啦，亦都會有逆，有得到嘅，亦都會有得唔到嘅。痛苦同不幸，因此係無法避免嘅。好多時我哋都想擁有，想保持，唔想失去，但係亦都好驚失去好嘅事同埋人。至於唔中意嘅嘢，我哋就想逃避，想遠離。無論係中意定係唔中意都好啦，當中都蘊含住個人好大嘅控制慾望，令到我哋產生唔同嘅痛苦同埋情緒困擾。佛法心靈輔導係依住佛陀嘅教導，
將慈悲同埋智慧融入輔導當中，幫助情緒困擾嘅人士認識同埋解脫煩惱，重獲身心自在。有幸透過佛法心靈輔導，陪伴陳先生從焦慮走向覺醒之路。希望呢個故事分享對大家會有幫助。要戰勝焦慮，需要勇氣、信心。喺呢度，願正在經歷痛苦嘅人士都能夠覺醒，尋回安心，自在咁樣生活。輔導中心嘗試將佛法結合心理學，將2500多年嘅智慧融合成適切嘅現代心理治療。如果你正處於情緒困擾、家庭、事業、學業嘅壓力影響，希望從佛法理解人生，將煩惱轉為心靈智慧，請聯絡我哋。我哋嘅熱線服務係31626388。